由漢武帝開始，中國歷代君主都迷信煉丹術可以製成長生仙藥。由西漢至清初2000年間，煉丹術盛行全國各地。晉代葛洪著《普朴子》，清楚寫出煉製仙藥嘅配方。葛洪嘅配方顯示，漢晉時期煉丹術士應用陰陽五行理論，將草藥同礦物藥分成陰陽五行屬性，根據五行相生相克原則，將各種草藥同礦物混合放入丹爐燒煉。咁樣做法有時會發生爆炸意外，爐毀人亡。煉丹術士好重視產生爆炸嘅配方，將有關資料詳細記錄低，引以為警戒。近年內地學者喺8、9世紀之間嘅煉丹術原著中，發現幾個合乎火藥配方嘅丹方，係有關火藥嘅世界上最早記載。呢啲丹方包含硫磺、硝石同碳，基本上同現代黑火藥相同，說明最遲8世紀末，中國古代煉丹家喺煉製長生藥過程中偶然發明火藥。不過煉丹家冇留下利用火藥嘅記載。5代至宋朝時期，內外戰爭頻密，攻城同守城雙方都渴望有殺傷力巨大嘅武器制服敵方。古代將帥多數兼通術數，可能閱讀道士煉丹書籍時見到關於火藥嘅記載，觸發靈感，喺戰爭中加以應用，令人類戰爭史從冷兵器時代轉入火器時代。呢頁書係宋朝曾公亮《武經總要》嘅複製品，記載3種軍用火藥配方，可見北宋時軍事應用火藥技術已經成熟。呢啲係《武經總要》記載嘅火藥武器圖樣，可見早期火器係利用火藥製成燃燒品同爆炸品，用拋石機拋入敵陣爆炸燃燒。歷史記載，南宋陳規喺公元1132年發明火槍，佢係用長竹筒裝火藥向敵人噴火。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馮家升認為，佢係世界上最早嘅管型火器。呢幅係敦煌石窟內發現嘅降魔變卷畫。呢隻魔怪手持嘅噴火物件，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認為係世界上最早嘅管型火器圖像，比陳規火槍早200年。呢幅圖畫咗支突火槍，宋史記載係公元1259年壽春府製作，用巨型竹筒槍身，內裝火藥同紙槽，用時點火，火藥噴發，將紙槽射出至150步外，同時發出爆炸聲，可見紙槽係子彈嘅雛形。突火槍已經具備現代槍炮嘅3個基本要素，即係槍筒、火藥同子彈。佢可算係現代槍炮嘅鼻祖。呢支銅筒上面刻有至順3年字樣，係世界上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嘅火炮。呢類火炮發射用石或鐵製造嘅實心炮彈，炮彈直徑比炮身口徑略大，放置炮口上。炮身內裝火藥，炮身一邊有孔，用嚟插入藥引點火。火藥着火爆炸，產生推力，將炮彈拋離。現代槍炮基本上仍然應用呢個發射原理。呢幅畫描寫15世紀明朝皇宮生活一般，
可見當時火藥已經普遍喺娛樂活動中應用。呢個太監手中所持煙花桿，明顯係由突火槍演變嘅。呢個太監喺地面點着嘅物件叫做地老鼠。宋代文獻記載，地老鼠最遲喺12世紀製成。結合圖畫同文獻描述，地老鼠係由多層紙包裹嘅火藥桶，點火後一頭噴發熱氣，產生推力，將地老鼠向相反方向推進。地老鼠可算現代噴射火箭嘅雛形。呢個係明代火箭模型，喺箭支前端綁一個火藥桶，利用火藥向後噴發，產生反作用力，將箭發射出去，係世界上最早嘅噴射火箭。呢個一窩蜂模型其實係一個筒形火箭發射架，佢係一個大木桶，裏面可放數十支火箭，引線連合，用嗰陣時燃點引線，數十支火箭就一齊射向敵方，好似一竇被驚起嘅風追住敵人嚟針。呢隻烏鴉模型用竹篾紮成，裏面裝滿火藥。烏鴉翼下面綁住4支火藥筒做推進火箭，將烏鴉模型發射到敵陣。落地嗰陣，模型裏面火藥爆炸，殺傷敵人。佢係世界上最早嘅飛彈。火龍出水係一個用5尺竹筒做成嘅龍形模型，兩邊綁住4支大火藥筒，用嚟推動龍身飛行。模型裏面裝滿火箭，引線同外邊火藥筒相連。當龍身飛到敵陣落地嗰陣，火箭就射出攻敵。火龍出水係世界上最早嘅2級火箭。參照中國、阿拉伯同歐洲各國古代文獻，中國火藥製法係蒙古人西征時喺1225至1248年間傳入阿拉伯國家。1260年，西征蒙古軍隊喺大馬士革以南地方被阿拉伯軍隊打敗，好多蒙古兵士被俘。於是阿拉伯人得到蒙古軍隊帶備嘅火器同製作火器嘅人。13世紀90年代，阿拉伯軍隊攻打歐洲，就使用多種火器。歐洲人直至大約14世紀30至40年代先至能夠喺戰爭中利用火藥火器。火藥同火器傳入歐洲，產生劃時代變化，加速封建制度崩潰。歐洲中世紀歷史結束，近代國家興起，仲引發文藝復興同工業革命。工業革命令歐洲火器製造技術突飛猛進。至16世紀初，西方火炮技術已經比中國先進。中國反而要向葡萄牙同荷蘭購買同仿製火炮。到19世紀，西方國家更充分利用船堅炮利優勢入侵中國，予取予攜，令中國人陷入百年苦難。